諗都要借個位道歉，都係我當時衰多手，用咗幾十秒低級玩圖，結果15少呢個冚家拎就不斷借呢件玩圖小事扮攣到好嚴重，話有人欺凌佢，令佢好慘好受傷。靠呢條契弟最叻就係咁，捉住一啲雞毛蒜皮小事，上升到極荒謬嘅程度，再企喺度德高地扮年審嘢，扮受害者，扮有道德光環，跟住就可以模糊焦點，將件事拉到冇雷公咁遠。所以都係拉翻去正題，希望講完今次，再一次清晰晒所有事，就唔使再講。當初大家屌鳩15少呢條友，源自於佢毫無指兆之下，話條 YouTube 頻道係完全屬於自己嘅，一腳踢走阿媽，並指控阿媽做咗天地不容嘅事，所以先令佢有呢個決定。跟住就話有晚佢唔在場嘅節目度，阿 Man 用陰謀詭計導佢細佬爆咗唔出得街嘅料。事實上，唔少聽完嗰晚節目嘅人紛紛表示，聽唔出有乜嘢料爆到出嚟。時至今日都係根本冇人知道所謂唔出得街嘅驚天大秘密係乜。大家點解睇唔過眼？係因為見到阿媽有為個頻道出心出力，時間唔再講，根本上架撐器材場地，通通都係由阿媽負責。每星期通常有一日會直播自己畫漫畫，並無違背個台，始終想圍繞着漫畫呢樣嘢而建立嘅。呢個主旨，即使觀看數目唔算多，阿媽依然有努力做。當中最經典嘅，當然係一班觀眾一齊同阿媽由零開始搞一本漫畫出嚟，慢慢由題材、角色、書名咁去到，討大家係見證住呢本 SCXC Robot 誕生。15少一聲唔該都冇，就兜腳踢走阿媽，並試圖羅織罪名，屌鳩佢，自然會引起反彈。當大家一而再再而三問15少，其實發生咗乜嘢事導致要踢走呢個拍檔，佢就支吾以對，一味販賣悲情，話網上有人搞鳩佢，但就不斷擠牙膏式話 Man Sir 做人有問題，有好心成苦。屌，咁你講啦。佢到底做咗啲乜嘢事，令到個台受到傷害呢？15少係一直都答唔出，直到今日都係。與佢最大力嗰個指控就係話有一晚趁佢唔在場嘅節目度，阿 Mando 佢細佬爆咗單，足以令個台折埋嘅勁料。事實上，都半年後嘅今日，當晚有聽嘅人都冇一個講得出到底係關於乜嘢。如果真係咁大單嘢，晨早都通晒天啦。所以唔怪得有人懷疑15少自編自導自演，見到個台開始有盈利，就踢走阿 Man。所以自從踢走阿 Man 事件後，15少自圓其說唔到件事，就開始轉移視線，模糊焦點，話有人追擊佢，網上欺凌佢。不過都不忘唱衰阿 Man， 屌到終於有一個所謂可以入嘅位，就係15少呢條鏈樣，知道阿 Man 嗰晚動力嗰度出咗問題，就開始瘋狂發炮。佢試圖通過呢件事妖魔化阿 Man，塑造阿 Man 人格非常卑下，淡化自己。當日踢走人件事，即係抹黑別人，還自己清白。不過過程之中呢，其實我一直相當奇怪，點解佢咁用力狂屌港漫，動力不公？事後當然知道啦，原來就係其中一個人以前同佢非常唔妥嘅。當年為咗谷書，佢已經試過同嗰個人嘈。當時事情未明朗，我見到15少呢條仆街又出嚟抽水，當然會按當時所知嘅情況理性分析，認為只有阿 Man 同佢個拍檔黑人先知道來龍去脈。要話阿 Man 冇人格，都係等呢個黑人發聲先再去講。有事情到咗今日，隨着一位大會評判響熱血時報一個電話訪問度講出晒當中情況。其實真相已經水落石出啦。要能夠入選係因為阿 Manty 有好多年主編經驗，當時評判係睇中呢一點，
提交上佢嘅故事係非常普通，並唔係一個重要考慮因素。非常可惜嘅係15少呢班人同埋嗰個黑人係一班無恥之徒，之後就聯合起上嚟去投訴啦，去煩啦，去搞嘢話呢位評判響個網台度咁樣公開講出評選標準係唔啱。其實男人老狗衰咗就要認。個電話度嗰位評判講出佢哋考慮阿曼嘅因素並無任何唔妥當。佢主要提到阿曼多年來主編崗位都做得好好，亦都有信心佢可以孭飛一本書，所以俾佢一個名額根本合情合理。15少佢哋班仆街夾硬玩程序、玩投訴，話人哋唔應該公開咁講。嗰位評判就因為呢啲投訴土有少少麻煩嘅，其實佢根本係義務，又冇收錢，相信都唔會介意。但歸根究底，人哋講嘅嘢合唔合理先？咁15少你所謂阿媽靠人入圍之後咬兄食弟又咬咗喺邊度？明明就係因為阿媽自己多年來建立嘅聲譽先入到圍，唔通你得咩？仲有最搞笑係15少話兜口兜面。聽過阿媽親口講要踢走黑人呢個編劇，你知唔知你咁講咪柒咯？你又口口聲聲話 man 事事計算，城府極深，咁點解你會聽到佢同你講呢啲嘢？因為當時佢當你朋友，冇諗過你呢啲咁嘅小人會是非當人情，將人哋對你信任先同你講嘅嘢，向日後為咗利益隨便就爆晒出去。不過亦照講講15少同黑人呢兩條友。當時15少話索到好多料，知道呢單所謂嗰晚動力糾紛嘅內情，甚至乎連某位調停人對呢個黑人講過啲乜嘢都好清楚，並不斷話嗰條調停人恐嚇黑人。我當時就覺得奇怪，呢啲嘢明明就係阿曼黑人同嗰個調停人3個人知啫，莫非有人報夢俾15少聽？依家睇返當然知咩料啦。當時邊個過料俾15少？其實呼之欲出。自從嗰位評判交代清楚點解阿曼可以入選後，就係因為阿曼自己多年來都一直畫漫畫，因為佢有實力，其實都冇乜嘢再可以探討。呢班心術不正嘅濕柴就唔願意面對事實。咁啱先，阿曼表示將會再畫新作，呢班友就散播阿曼會同熱血時報合作嘅謊言，以圖令人覺得佢哋一直都頗有關聯。所以當時個電話訪問係偏幫，並不斷夠劇本，點會唔重要呀？等廢話，港漫之中劇本重唔重要？下年拜山再講。但係今次港漫動力阿 Man 黑人事件個重點係就呢件入圍事件上個劇本真係唔重要呀嘛？屌，人哋個評判都親口講啦，係考慮阿 Man 呢個人嘅能力啊！呢班人心腸歹毒，造謠生事，唯恐天下不亂，日日亂咁人身攻擊，送屌鳩人，走去蝦女人、影人相，都莫論人哋曾經成日請你飲嘢食嘢，課個金俾你。你呢種人卑鄙下流，冇深度兼無厘頭，自乜連嘢屌書鏈，真係得啖笑。15少你咁多年來出過咩書啊？值得人哋屌你咩？就算有屌書鏈都唔會屌你啦。仲有啊，上次出本《轟龍虎》，白紙黑字講明以後退出江湖，唔再做漫畫家。幾廿歲人講大話，對唔對得住你班讀者啊？